根據柏文資訊公司 Octo AI Technologies 最新公布嘅2026年加拿大柏文評估報告指出，本省嘅柏文業主支付嘅物業管理費用遠低於其他省份，咁所以出現維修儲備金嚴重不足嘅情況，亦都係會較大機會。業主喺日後可能需要負擔突如其來嘅巨額維修費用。有物業管理者認為，業主要有長遠嘅利益考慮。鄧永章報導。柏文業主覺得自己現時所負擔嘅管理費係過高，抑或過低呢？貴啊，好貴啊！係啊，幾多錢啊？而家500蚊，貴啊！貴啊！對啊，多少啊？每個月多少700多塊。700多塊，你覺得高？高。哦，太過分。太高啦！貴㗎，貴㗎。幾多錢嚟咗每個月？都有300幾蚊。300幾蚊。300幾蚊你覺得好正？貴㗎啦。有關嘅報告對全國超過1萬間分契物業公司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本省每個柏文單位只有4000蚊嘅維修儲備金，亞省嘅單位就有6000，而安省嘅單位就更高達1萬。報告預測今年本省會有超過10萬戶嘅柏文業主面對巨額嘅維修特別徵費，平均每戶超過8000蚊，用以維修例如係屋頂、外牆或者露台等設施。有參與物業管理嘅卑斯華人地產專業協會副會長陳永權認為呢份報告嘅分析合理。咁嗰個 contingency fund 咧，其實係儲錢嚟整嘢嘅。咁就話其實嚟講咧，個 contingency fund 咧就會係你儲定係我儲咁解。咁但係啲錢都係要俾出嚟。點解咧？係因為維修嘅，如果屋頂漏水你都要整㗎。啊，窗門嘅話，如果係漏水嘅，或者有啲電梯啊要維修啊，要換電梯啊嘅都要俾嘅咯嚇。佢又話，其實有關當局亦都睇到呢個問題，所以已經立例強制分契物業公司從今年7月開始要做柏文折舊報告，希望報告可以鼓勵業主願意負擔多啲管理費，令維修儲備金有更高嘅增幅。其實咧喺2024年咧，政府已經立咗例，喺今年咧係26年啦7月1號咧，就係一定要有嗰個 depreciation report 嗰個折舊報告。咁嗰個折舊報告咧就係30年要維修啲乜嘢。咁而喺度嗰度嗰個錢咧係而家你有個折舊報告咧，就一定要儲10%，唔係5%啦嚇。咁就而睇到嗰個報告嘅話咧，咁就啲業主咧就可以逐個月儲多啲咯。做咗呢個報告嘅話，業主就要現實啲啦。我業主入案法團話：我哋要儲多啲錢，咁你唔儲嘅話，就以後就冇錢嚟整㗎啦嘛。咁就可以係 governance 嗰度，即係管理啲人肯俾錢嘅機會多啲咯。陳永權話：雖然要交多啲管理費，好多業主未必願意，但長遠嚟講對自己會有益處。Omni News 記者鄧永章報導。